為咗支援上個月大埔黃福縣5級大火嘅災民，古巨基主理嘅 YouTube 音樂節目 Music Panda 喺今個月17號發佈咗一集長達140分鐘嘅特別節目，召集34位歌手參加，用純粹嘅歌聲為受災市民帶嚟慰藉。呢集特輯叫做《災難無情，香港有愛》，陣容橫跨唔同世代嘅樂壇，除咗主理人古巨基，仲有莫文蔚、梁詠琪等重量級前輩支持。陳雷、許廷鏗、嚴明熙、雲浩影等歌手都踴躍響應。節目並戲訪談環節，34位歌手統一穿住素色或者深色便服，逐一獻唱共35首作品，希望可以成為黑暗中溫柔嘅微光。節目唔單止提供精神支持，仲有實際行動。古巨基嘅 Tribute TV 頻道會捐出節目發佈後2個星期嘅廣告盈利，連同影片得到嘅所有觀眾打賞，會全部撥捐去慈善機構支援災民。呢個舉動得到網民積極回應，留言區充滿咗為災民打氣嘅祝福，甚至有身處海外嘅香港人透過打賞參與。